歡迎大家收睇威廉十大 My Top 10，請注意以下嘅排名純粹係我個人嘅意見，好可能同你嘅排名有所不同。呢一集同大家講下我的十大香港歷史建設。1842年起，香港由小漁村進化成為國際大埠，期間有不少由政府主導嘅建設，大幅提升咗香港人嘅生活質素。呢啲建設具備歷史意義，值得重溫啊！第10位，九廣鐵路。上一代嘅香港居民大部分都係嚟自大陸，佢哋點樣嚟香港呢？多數都係坐火車咯，所以九廣鐵路別具歷史意義。KCR 嘅重要年份包括1906年開始興建，1910年通車，1961年全面使用柴油火車頭，1975年尖沙咀總站榮休，1978年英段全面推行電氣化，2007年兩鐵合併。不過我最難忘嘅都係60年代細路仔嗰陣搭火車捐山窿嘅情景啊！嗰陣冇冷氣車卡噶，所以記得又焗又臭啊！第9位，維多利亞公園。1954年8月開始填海興建，1957年正式啟用嘅維園，對我哋呢啲當時係小朋友嘅人嚟講，就係瀡滑梯、放船仔同埋睇電視咯。後嚟維園變成行花市、城市論壇同埋遊行集會之地。呢啲全部都係香港歷史嘅一部分。佔地19公頃，有6個足球場咁大嘅 Victoria Park 係全港第2、港島第1嘅公園。難忘響70年代，我喺維園行花市嘅時候，曾經近距離見過當時嘅港督麥理浩爵士啊。第8位，紅磡海底隧道。1972年8月2號，肥姐坐住老爺車參加紅隧開幕禮嗰一幕，我就係坐喺電視機前邊。升科文嘅嗰年暑假，我仲記得呢條全港第一條過海隧道，69年動工，全長1860米，造價當年係3億2千萬，天文數字啊！估唔到響1961年，港府本來係想響維港起條跨海大橋，就好似雪梨大橋啊咁。維港大橋會比較礙眼啲，我都係覺得隧道比較好啲，唔知你又點睇呢？第7位，船灣淡水湖。香港人口眾多，食水不足，嗰啲制水又制水嘅年代，我哋細個嘅時候真係經歷不少啊！4日供水一次，苦不堪言。所以港府響1960年興建呢個全港最大面積嘅水塘，1968年由當時嘅港督戴麟趾爵士主持開幕，係全球首個響海中興建嘅儲水庫。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都有提及荃灣淡水湖，真係香港人之光啊！第6位，香港大會堂。一個城市嘅發展，社區會堂係不可或缺嘅。第一代香港大會堂1869年已經出現，響今日匯豐總行附近啦。第2代大會堂即係今日嘅 City Hall， 1962年3月2號正式啟用。大會堂除咗有圖書館、音樂廳、展覽廳之外，仲有婚姻註冊處，好多上一代嘅香港人就係響大會堂舉行婚禮噶啦。City Hall 嘅設立豐富咗香港市民嘅文化經歷。呢方面港府功不可沒啦。第5位，啟德機場。以商人何啟爵士及歐德先生命名嘅啟德機場，戰前1925年已經建成。試問當年20年代亞洲有幾多地方有飛機場啊？所以話香港一向都係遠東一個進步嘅城市。1998年赤鱲角機場成立，規模之大亦都係世界數一數二噶。香港嘅航空服務唔單止促進人流，響物流方面亦都非常重要，所以機場嘅設立絕對係香港發展嘅重要里程碑之一啦。第4位，香港電台。1928年已經開始廣播嘅港台，唔單止係香港第一間電台，響亞洲嚟計都係最早成立嘅廣播電台之一。戰前港台係叫做 GOW 或者係 ZBW， 1948年先至正式改名為香港電台 Radio Hong Kong。1969年，港台搬遷到去廣播道。70年代初開始製作電視節目，例如《獅子山下》以及係《小時候》等等。港台同商台響70、80年代並駕齊驅，帶俾香港人新聞資訊以及係英粵語流行曲，絕對係伴我哋呢一代成長嘅傳媒。第3位，香港郵政。香港開埠之前已經有郵政服務，歷史悠久。而我哋呢代人比較熟悉嘅舊郵政組局，原來已經係第3代嘞噃。佢1911年正式啟用，
70年代初我都入過幾次呢間古色古香嘅 GBO 去寄信俾啲筆友咯。可惜70年代中呢一棟經典嘅建築物開始拆卸，消失於中環畢打街。香港嘅郵政服務百幾年前已經出現，服務質素跟得上國際水平。所印製嘅香港郵票亦都係集郵人士嘅摯愛，香港人引以為榮啊！第二位，瑪麗醫院。1937年4月13號啟用，位於港島薄扶林嘅瑪麗醫院，同時都係香港大學醫學院嘅教學醫院。自啟用以嚟，都係亞洲規模最大嘅公營醫院之一。Queen Mary 就係英皇佐治5世嘅皇后，亦即係伊麗莎白女王2世嘅嫲嫲。呢間醫院服務香港市民咁多年，係香港最重要嘅歷史建築物之一。佢見證咗港人嘅生老病死，有好多香港人嘅 story 想到㗎。個人方面，我個仔就係響 Q1 出世㗎啦。在未公布第一位之前，有幾個建設亦都值得喺呢處同大家分享一下。響 Honorable Mention List 中有中文大學。響1963年，香港政府將崇基、新亞及聯合3間學院合併成為香港第2間大學。咁多年嚟，成功培育咗不少社會人才、香港精英。屯門公路。香港第一條高速公路屯門公路1978年正式通車，佢加速咗屯門新市鎮嘅發展。不過我哋記得嘅可能就係響呢條公路上面片車嘅情景啊。海運大廈。1966年3月22號開幕嘅尖沙咀海運大廈係香港郵輪泊岸嘅重要建設。我最難忘嘅始終都係海運大廈嘅5支旗杆咯。第一位，香港大學。1911年，香港第一間大學正式成立。當時亞洲唔係有好多間現代大學咋。Hong Kong U 嘅中文校訓係明德格物，而拉丁文校訓就係唔識讀啊。Hong Kong U 著名嘅早期師生包括有孫中山、許地山以及係張愛玲等等。港大響培訓香港人、提升本港文化及文明方面貢獻良多。數歷史建設方面，點可以唔揀香港大學排第一位呢？多謝你嘅收聽收睇，請 like and share， 並且響留言區分享一下你嘅意見，謝謝。